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11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07篇第1節到16節，出埃及記15章22節到27節，希伯來書第3章第1節到第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醫治的主。人生是毋是一切拢真順利？基督徒的生命是毋是就100%平安順遂？當然毋是吼，親像耶穌基督伊家己就拄着試探共款，咱攏需要有主的聖神的同在，主的使者的保守。親像耶穌基督嘛捌講過。破病的人才需要醫生，伊來是要來釣罪人，毋是要來釣義人。可見咱是需要恩典的。恩典的存在，也就是因為人欠缺着上帝的恩典。上帝賞賜恩典，就是為着要來解決人的病甲人的困難。安尼恩典，咱攏會當看做親像醫治共款。然後咱親像佇出埃及記15章22節到27節，所記載以色列出埃及的情形，因到佇這個蘇尼的曠野，卻拄着這個苦水。這對於佇曠野流浪的以色列人來講是非常大的苦難。聖經伊記載安尼講，苦水變甘，這是標題吼。摩西帶以色列人對紅海前行，到佇蘇尼的曠野，因佇曠野行3日找無水。到瑪拿的時，瑪拿的水會苦，袂啉得。因甲迄所在叫做瑪拿。人民埋怨摩西講：我要啉啥？摩西就求叫上主，上主就指示伊一丛樹仔，伊從迄丛樹仔來迄滴水呢，水就變甘甜。上主佇遐為着因定規律甲命令，佇遐甲因考驗。上主講：恁若注意聽我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話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真正聽從我的命令，遵守我所有的規例，我就要互埃及人得到的病。佇恁的身上發生，因我是醫治恁的上主。因到以琳佇遐有12個水泉，70叢的棕樹，因就佇迄個所在來的水邊來紮營。雖然人民的態度真歹，但是因佇迄個所在來埋怨摩西。但是摩西將因所拄着的困難就帶到佇上帝的面前，來懇求上帝，上帝就賞賜的恩典，教摩西解決苦水的問題。上帝只不過要求以色列人愛遵守伊的命令，然後上帝就成做因醫治的主。希伯來書第3章第1節到第6節，將耶穌甲摩西做一個對比。雖然佇出埃及的經文的中間，上帝有甲摩西甲以色列人講我是這個醫治的主，但是經文佇這比較的結論講到耶穌超越了摩西，因為耶穌就是迄個醫治的主。其實希伯來書並毋是要用人的眼光來比評啦吼，但是伊耶穌佇這
所要记载的是，伊明白伊是上帝所差派来成做世间人的救恩，是上帝赏赐的救恩。摩西捌因为以色列人的埋怨受气，但是耶稣基督却伫十字架顶悬来上主讲赦免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赦免嘛是一种的意义啊。希伯来书安尼讲着，标题讲耶稣请愿摩西，所以恁当受上帝选调成的兄弟姊妹，恁着想咱所选任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，伊对指派伊的上帝尽忠，拄甲摩西伫上帝家尽忠同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，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更较受大的荣光，因为伊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对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做证。毋过基督做囝，伫你上帝的家。对所望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，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。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用上帝囝的身份伫你上帝的家。虽然摩西长会受，而且伊尽忠，但是上路尾却因为上帝来发受气，无法度进入应允之地。就亲像希伯来书所甲咱讲的，耶稣基督伊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伊一摆的献祭就完成着救恩以及医治。诗篇107篇第19、16节。上赞上主至善，恁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是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得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组织的人，拢着安尼讲。因伫旷野旁远的路流浪，找无城通徛起。因也摇也喙干，因的心神奋起。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该叫因脱离患难。因带因行正直的路，互因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对伊。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干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物食到饱。这伫黑暗死荫中的人，受困苦甲体连困饱的人，因为因背逆上帝的话，看紧只管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用劳苦甲伊教乖。因跋倒无人辅助，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该求因脱离患难。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切断绑因的锁，因为上帝的慈爱甲伊为了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因为伊拍破重的门。斩断铁的门栓，感谢主安尼听阮，互阮会当拄着困难的中间有望，因为上帝差遣一个天使威胁伫阮，就伊更较赏赐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救赎甲医治的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门。